大家好，我係 Eunice 第8場富衛保險女王盃分析歌利巨人1號。作為法國長途街市，歌利巨人在一級賽、日本盃、英皇錦標的穩定性遠超白鶴飛駒，其遠征經驗和靈活跑法使其在沙田2000米具壓倒性優勢。先見2號，先見連續2年女王盃亞軍，熟悉沙田2000米，末段衝刺能力強。白鶴飛駒的評分和一級賽經驗遠不如先見。健琴高就3號，日本打吡冠軍，香港盃季軍。健琴高就在一級賽的穩定性和前列跑法使其佔優。贏家5號近期連勝氣勢強勁，潘頓騎乘和領放跑法使其在比賽中控制力強，一級賽經驗更豐富。自由島11號，日本黐馬3冠王，香港盃亞軍。比較總結，白鶴飛駒的年輕潛力和路程適應性使其與安請有一定競爭力，但與前5名馬匹歌利巨人、先見、健琴高就、贏家、自由島的評分、經驗差距較大，入前3難度高，目標應放在前4至6名。